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应过年送礼需求，市府提前办理农特产伴手礼推荐大会，会中替市民精选农会青农甲优质店家超过100组的礼品，所有伴手拢会上农业局的网站，欢迎市民支持在地，踊跃选买。虽然市长黄伟哲20号上午伫溪坝活动记者会，甲所有贵宾欢喜接受在新爷分享过年的喜气。不过，面对本土疫情案例威胁，市长19号暗时7点甲中央沟通，已经做出咸水风炮甲月定港定节暂时取消决定。对此，议员就无同的看法，认为也需要观察。中国人喜欢过年，1年1次的过年的很多相关的活动。像新纳的联络大街，那盐水武庙的风炮，这种是几十年的传统，我认为还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那当然，中央如果真正认为台湾有社区传染感染的危险的时候，有几率的话，我认为应该停；如果没有的话，我认为再观察看看。当年过年期间，不管政府或是民间，拢有侪活动，其中有关新化年会大家、发红包以及大庙的设景，市长表示也需要持续沟通。年货大街发红包的行程，我们会跟地方再多做沟通。那盐水风炮、月津港灯节，这是已经暂时取消。那如果说疫情没问题，这个社区院内感染没有扩大，那社区感染都有这个源头，而且已经得到遏制的话，我们再考虑恢复。当年活动到尾办是一回事，不过市长强调，也是爱过年，伴手礼也是爱买，嘛是爱送礼，有过年欢乐的气氛。所以市府农业局邀集台南21间农会，18位青农甲优质的店家，并下向市民推荐超过100组的农渔特产伴手礼，欢迎市民多多选买。活动办不办，其实是一回事，但是年还是要过的，伴手礼还是要买的，年节欢乐气氛还是不可以免的。所以呢，我们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推荐最好的伴手礼，经过市府严选，经过商圈推荐那把这个最好的结果、最好的伴手礼呈现给各位。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这个少了群聚，但是不能少了人气，这个人气就在伴手礼上呈现。农业局表示，除了宣传会中所展现的伴手礼甲美食，市府嘛将所推荐的礼品上农业局的网站，予市民参考。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市民期待足久的新营转运站20号上午正式启用，市长除了以交通建设带头，希望成为大新营地区的门户，嘛希望借此活化溪坝发展。这个1亿4000万开2档建造完成的新营转运站，对去年圣诞节试营运以来，就超过1000人次上下车。无论坐客运、上邦落南，还是坐公车到市区，拢相当方便。除了提供市民舒适现代化的单车环境甲服务，嘛成为溪坝指标性的建设。20号上午，伫热烈的锣鼓佐电声中正式启用。新营转运站希望能够提供许多国道客运上下新营交流道的一个转运的功能，另外也提供一些我们地方客运在不同的轴线、不同的区域的行驶营运的这个路线里面，能够提供一个转运的功能，让民众能够在这个转运站能够得到一个最大限度的一个这个转运的空间的使用，避免就是说要有时候。在不同路线的选择要转车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转来转去，有时候会造成不方便，甚至造成一个转错车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转运站的营运，我们也寄予厚望，也希望说这个转运站能够发挥实质的功能。
行程的当中，交通局长王明德嘛指出，新营转运站打破过去单纯交通适应的功能，更重视设计甲美感。毛该站分别提下2018年国家卓越建设奖以及2020年建筑原野奖等大奖的肯定。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顶季奥运拿杯，因为台南沿海是因过冬的重要地点，所以政府甲亚教协会等单位拢持续投入保育的工作。对去年12月份到现在，发现有众多或者是受伤的奥运拿杯有12只，这回经过抢救，有3只成功恢复健康。19岁部市长亲自将伊野放，让因平安回到大自然。乌面腊杯因为数量真少，所以伫全世界拢是非常珍贵的保育类动物。其中因为台南沿海地区是因过冬的一个重要所在，所以政府甲野鸟协会等相关的单位拢持续投入保育工作。今年观测发现，伫下甲湿地有高达473只，破过去的纪录，展现了保育的成果。1月16号、17号前2天，全球黑面琵鹭的普查的时候，那个我们水饺湿地那边呢，就整个台南地区这边有3000多只嘛，台南地区那边在水饺湿地那边有473只，473只破了往年那个全球普查的记录。但因为乌面腊杯有时阵会食到死去的鱼仔，造成肉毒杆菌中毒，或者是受伤的状况，加上今年寒流较严重，所以对去年12月份开始到现在，陆续发现了几只中毒的乌面腊杯。经过抢救后，有3只恢复健康。19号下午，伫市长委托甲野鸟协会等相关的单位代表见证之下，重新来野放。我们最近这1个月大概有陆续的收到12只受伤生病的黑皮，都是被我们的巡守队员或者是热心的民众通报，然后捡回来的。那其中有6只都是当场后来就是很快的就死亡了。那有6只暂时是有救活下来。那今天野放这3只，就是那6只里面3只状况比较好的。我们经过送回去南投集集的特有生物中心那边有一个专门在训练野放之前他们的飞行能力的地方，那确定他们是可以野放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这边野放他们。亲自参与野放的市长王委托，除了感谢相关单位的协助抢救，也强调市府会持续伫保育甲环境的维护来做努力。我们对于这个黑面琵鹭友善，还有对于证明从过去在台南县的苏焕智县长的时期、陈唐山县长的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台南市一直是对于黑皮相对友善的地方。那我们在台南市来台南这个渡冬的黑面琵鹭的族群数量也越来越多。那现在也除了台南之外，也在嘉义的布袋，还有这个高雄，甚至台湾的西海岸，北到宜兰，也都有黑皮的足迹。我相信也期待说黑皮的这个栖地的这个经营，还有黑面琵鹭的照顾，能够让台湾在黑皮的原生地的地方之外，在海外一个最重要的据点之一。我们希望说朝这个目标而继续努力。农业局提醒民众，如果发现乌面腊杯出现无法度飞，甚至是坐伫涂骹、喙开开、红仔棍软落来等感染到肉毒杆菌病毒的特征，会使马上通报予市府农业局，或者是抢救后送到驻外动物病院，争取救援的黄金时间，提悬乌面腊杯存活的几率。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解决血库欠货危机，台南市民会慈善基金会甲市立病院18号共同宣传关怀救人。民会基金会表示，伊每一季拢会举办一摆关怀活动。今年除了寒流影响真大，每一档的第1季嘛拢是上欠，所以呼吁社会大众发挥爱心。根据台湾血基金会统计，早至18日为止，
台南地区会库存量偏低，台南市立病院号召社区民众1号同仁共同种1分生日，响应烈火团内活动。捐火活动为早时10点开始，就有10几位民众排队要来捐火，甚至有大夜班打下班的2号同仁，准备捐火捐了才回去休困，就是希望会当帮忙到目前欠火的状况。今天 ICU 才刚下班嘛，哈，这样应该很累，怎么还会想来捐血这样？对啊，还好，不用很累，不会很累哈。好，那你是每次都有参加你们院内的捐血活动？每年都会固定举办4场的捐血活动，那尤其是1月的时候，因为会有血荒，所以捐血中心都会跟我们配合，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民众，还有当然我们的院内辛苦的医护同仁都能够来响应这次的捐血。那也很感谢医院提供这个场地，让明辉基金会可以在这边办理捐血活动。那希望民众能够在这寒冬能够捐出我们的热血，来帮助更多的病患。捐火现场包含病院的员工、社区民众拢热烈响应。活动一直到下晡4点结束，总共为火库募得108地烈火。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知名艺术家冯宪明对来是书法大师，对着西画甲水墨画创作嘛真专门。今年因为疫情影响，所以无法度出国，嘛可以伫这段时间专心来创作台湾的山水。现在伊正伫府前路的东门美术馆举办伊个人的书画展，透过作品传达随心所欲的心情，邀请大家伫30号之前把时间做回来欣赏。伫台湾甲中国拢非常知名的艺术家冯宪明老师，伊是一位多方面发展的创作者，伫油画、水墨、绘画等方面拢有真悬的水准。这几年来，伊行访世界，找找创作的灵感，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无法度出国，所以伊就来选择创作台湾的山水。现在伊也伫府前路的东门美术馆举办个人的展览，以着心所欲为主题，呈现了创作当中的随心所欲，作品充满特色。台湾的天气跟这个生活的氛围是跟国外不一样的，所以回到台湾能够在这里办个展览，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而且回到台湾以后，我画台湾的景色，台湾的山川的秀丽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跟它比美。虽然是很小，但是它是很秀丽、很美的。如果说很壮大的山河，像喜马拉雅山那么壮大，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受不了。但是这个秀丽可以赏心悦目，这是我一个最喜欢的东西。除了水墨画甲油画等作品以外，冯宪明老师的书法作品也是相当有名的。这届现场也有展出，老师就是希望来欣赏作品的民众，会使对当中感受到心灵的放松。行草，我写字是拜朱觉文老师为师的。所以大概以颜字的规范为主，落笔就比较讲究长锋中锋的行笔，这样的行笔方式可以达到那种心灵舒畅的感觉。所以写字不一定要写得很漂亮，写字是心灵上的一种享受。希望如果来这边观看书法人，也可以达到心灵上的享受。为了让喜爱老师作品的民众有机会来收藏，这届也特别推出了文创商品，
用老师的作品来结合衫仔甲笔电，希望互无共年龄的人会使熟悉老师的作品。这个发想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想法，那一直很想要跟台南在地的年轻的设计师合作。那刚好我觉得时间点这个缘分很巧合，所以我们这次找了2位台南的年轻设计师一起。那他们有很多的创意想法，然后促成了这一次很多文创商品的结合。那衣服其实是我一直有想要做的。所以我们请了，就是也是一样是实践服装设计系的学生。那我觉得他的创意想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这次的 T 恤里面有点像是图腾类的设计风格，那有点像迷彩的感觉。那希望是可以让大师级的作品年轻化，那可以让更多一般的民众可以接受。那感受其实我们不管是在食衣住行上，都可以感受艺术融合生活在一起。这届的展览的号名叫做“新所欲”，其中也有其他的意涵。老师表示，伊的一生拢伫艺术创作的领域当中，伊期待家己会使达到看山毋是山、看水毋是水的境界。这届的展览将会展出到1月30号，对着水墨艺术甲书法有兴趣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展览。如果是想要收藏老师艺术作品的文创商品的民众，嘛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自强内膜炎是真正看到妇科肿瘤，依照标准治疗，患者伫接受手术程度以后，恐惊有脚肿痛，或是神经受损等潜在副作用。所以，基比学中心特别引进新的影像技术，让医生会当精准来测度降低并发症。基比医学中心自去年1月引进前哨淋巴结造影术，将造影剂注入去肿瘤周遭组织。造影剂会沿着淋巴管前进，运用因光反应，让前哨淋巴结发光，让医生会当精准测度前哨淋巴结，唔免将全部淋巴结拢切掉，减少引起下肌肿胀、神经受损、探痛等副作用。内膜主要可能是经由淋巴结去转移，那我们去定位出来前哨淋巴结的话，可以减少就是我们拿掉所有淋巴结的一些风险。那既然淋巴结拿的越少，它造成下肢淋巴水肿的机会就越低，那可以导致我们之后术后的一些生活品质的提升。有点就是我们不用大范围的去把淋巴结清出来，那相对来讲手术到的时间或是出血的状况就会比较少。那术后的一些像是淋巴结水肿的机会相对来讲也减低。前哨淋巴结造影术，因为会当精准定位，手术提出来的淋巴结嘛较少，手术出血量嘛较少，而且手术副作用嘛明显降低，无影响到癌症复发率，让病人术后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林俊宏医生提醒，妇女朋友爱定期做子宫颈抹片检验，对着无正常的阴道出血，嘛要提高警觉，才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效增加存活率。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有一位18岁大学生，因为脚骨真痛，结果被诊断出是恶性的骨肉瘤，所以医生表示骨头嘛是会生瘤，千万唔通大意，只当作是心中痛。根据医生表示，18岁吴姓查甫学生因为正病脚骨突然间痛甲，原本阿公阿嬷讲去抓抓就好，毋过好佳在父母无放心，坚持去病院检查，结果却发现接近脚骨的骨头不只有肿瘤，也被食甲空，确定是患得恶性骨肉瘤。这些小朋友或是青少年他们来的时候啊，就是会在某一个地方会痛一直痛在同一个地方。而且他晚上会痛到醒过来，然后有些甚至因为如果肿瘤长得太大的话，还会摸到肿块，对，所以他的来的时候的状况原则上都是这样。然后我们会帮他做一些那个 X 光的检查，X 光检查有些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个肿瘤在上面。如果有骨头肿瘤或甚至其他的软组织肿瘤，我们去做推拿的话，有可能造成肿瘤会比较大颗，或者是它容易转移，甚至开完刀之后容易会再复发，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那这个东西，我们其实除了临床研究已经有报告出来之外，我们在基础我们使用老鼠做实验，也发现有同样的情形。
骨科医生进一步表示，大多数骨头肿瘤容易发生伫儿童到青少年阶段，不过嘛，因为这段期间骨头成长速度上紧，有可能会突变造成肿瘤，所以千万唔通将这个时期的骨头痛拢当作成长痛，也是要有警觉，有任何无爽快，就要看医生来正确诊断。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传统的心律不整用电烧的手术，拢是靠电光来协助医生将导管放伫正确位置。不过做一摆手术大概有5-6千摆电光放射量，对患者甲医生拢有相当影响。所以现主是有一种的手术，不只当解决患者的心律不整，更当避免辐射影响。台南市立病院心脏内科林俊元医师表示，游离辐射的影响有分随机性甲决定性的效应。虽然随机性的效应甲特定的辐射曝晒值并无正相关，不过累积的量会增加风险。过去传统的心律不整电手术，拢是采 X 光来透视心脏，现在有一种无辐射的透视不整烧灼术，医师唔免阁穿真高的铅衣，透过电脑重组的3D 影像的协助，就会用来进行烧灼。手术的时间跟传统并无明显的差别。这个机器只是提供影像，然后可是我们事实上在做决定、在做烧灼的时候，我们最重要就是看所谓的心内电极的一个讯号，这个是比较精准的部分。我们之前在比较早期的时候，贴片会因为病人的身体的挪动，造成说有一些误差。可是这个他们就是经过改良以后，它会等于说固定在病人的身上，不会因为病人的一些身体的骨都是那个移动造成一个误差，而且就是我们最后判断就是看它的心内电极的讯号，不是只是看它那个影像而已。目前无辐射透视不整脉的烧灼术，对着儿童、育龄的女性甲有新的妇女，会用完全避免游离辐射的影响。不过，目前健保的给付只限18岁以下的患者使用3D 立体的定位贴片，其他则是需要自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我在天气状况如何，做回来关心。现在是这份天气，温度16度到20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1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